台南市伫今年真济大大小小的运动比赛中，拢取得好成绩。110年全国学生运动以及联赛中嘛传出佳音。台南市长委特特别伫咧市府接见选手，并进行表扬和勉励。拿下佳绩，为这个台南市争光，成为台湾之光。其实运动这个当然要有天分，但是后天的努力非常重要。所以说能够出人头地，其实第一个选手本身的努力，当然还有他的支持天分，还有很重要的教练、家长的支持，教练的悉心指导。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台南市我们也一定全力透过我们现在的教育局体育处以及未来的体育局，我们用全力来协助我们的优秀的选手找到更好的空间，有更好的运动的机会，有更好学习的机会，有更好的教练跟更多的资源来让成就各位运动上的一个生涯。那也成为对于台南市，你知道我们有时候看到哇，台南市今天又得奖了，心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对于市民朋友们，对于所有的家长，对于所有的老师，都是非常让人家振奋的事情。也恭喜各位，也期待各位，希望各位将来为这个台南市也好，为我们自己家庭，为我们自己家里，为学校，甚至为台湾去参加国际赛，争取更大的荣耀。选手伫咧竞争激烈的运动比赛中，展现出优秀的表现。除了本身的天分以外，嘛需要比一般的人更加努力。同时，嘛爱家长的支持，佮有好的教练来进行指导。上重要的是，有完整的补给资源，会当互选手有更好的训练品质。台南市会继续提供选手有更好的后备资源，希望选手会当继续努力，为家己争取荣耀。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